大家好，歡迎入嚟聽小編講姜經。最近 Chill Club 頒獎禮嘅現場投票安排引起咗好多討論，尤其係優先訂飛權搞到好大迴響，呢個制度對某歌手特別有利，搞到其他粉絲非常不滿。件事已經過咗幾日，但係熱度依然未減，好多粉絲都喺度討論，響咁唔公平嘅賽制底下，究竟應唔應該入場投票？所以小編都想同大家傾下，入場同入場各有咩利弊，等大家可以參考下，再決定點樣支持心儀嘅歌手。首先 Chill Club 頒獎禮今年新增咗現場投票機制，但問題嚟啦，只有 Anson Lo 嘅 Fan Club 可以優先訂飛，仲要一人可以買2張飛。而家連最後5強都未知 ALFC 就已經有飛賣，而家喺放飛谷見唔少神徒放飛，標明必須投票俾 AL， 即係點呢？放飛又反映咗啲咩呢？點解只有一個 Fan Club 有優先權？係咪想確保某啲結果呢？定係主辦方特別照顧某歌手？入場投票係最直接嘅支持方式，可以親身表達對姜濤嘅愛同鼓勵，唔單止係一種支持，更係一種態度，俾主辦方同大眾知道姜濤嘅粉絲力量。而且如果姜糖齊心入場，仍然可以為姜濤爭取更多票數，就算優先訂飛權令到某 fan club 有優勢，都唔代表冇機會 win。 就算幾多詆毀咒罵仍舊堅持，同心阻止黑暗不逞，你再置身事外，但是活在這地球，有腳就該前行，跌過會再試，賣力還未算遲，是日要叛變，用你的姜燈牌照亮月亮的背面，唔使驚大熱倒做食白果，因為我哋注定要戰鬥。記住，姜濤需要你喺佢身邊。 Just because we are meant to fight, he needs you in his life。 我會入場，有機會投姜就要爭取，同埋好掛住舞台姜。講團結，倘冇得輸，遊戲係唔公平，但點唔公平都要入場撐姜。我哋要用雙腳用姜燈牌說話。入場係我用實際行動抗衡唔公平嘅一個表達，而我亦盡量唔想放過欣賞姜舞台演出嘅機會，因為每一次都會帶俾我驚喜。喺第一個階段，每種音樂風格得票最高嘅5首歌曲及其歌手，大會會邀請佢哋喺超級推介榜年度推介2425現場演繹歌曲。當晚現場觀眾聽完4種音樂風格，總共20首候選歌曲嘅現場演出之後，會即時進行第2階段嘅現場投票。Chill Club 頒獎禮嘅機制係根據4種音樂風格選出最高票數嘅5首歌曲。今次姜濤喺流行歌曲組別入咗2首歌，《白果》同《好得太過分》。2選1投票，相信姜糖應該會投《好得太過分》，而跳唱歌曲組別就入咗1首歌《黑月》。如果2個組別都分別入到5強，咁姜濤就可以上台表演2首歌。試想像姜濤喺台上面表演好得太過分同埋黑月，見到台下滿滿嘅姜燈牌為佢打氣，一定會感受到姜糖嘅支持。姜糖話飛一定要穩，票一定要投，團結就係力量。姜濤唔係單打獨鬥，姜糖一直都在做佢嘅最強後盾。不過入場投票要考慮嘅問題，首先優先配票制度實在太唔公平。 ALFC 有優先訂飛權，咁容易就可以得到入場券，其他粉絲就要循正途揾票，真係一票難求。入場投票需要時間同金錢，投票結果可能一早已經被操控，入場投票未必能夠改變結果，就會令粉絲覺得浪費資源。佢哋認為即使入場投票，結果可能都改變唔到，因為優先訂飛權已經令到某 fan club 可以提前霸定位，佔據咗大部分嘅投票席位。與其入場投票，不如將時間同金錢用喺支持姜濤嘅音樂同演出上，或者買代言，幫襯姜濤自家品牌，咁樣可能更有意義。仲有粉絲話，
入場投票會變成一種形式主義，甚至覺得係幫公司賺錢。佢哋認為留喺屋企支持姜濤嘅作品，反而可以更直接咁表達對偶像嘅愛，同時避免助長不公平嘅制度。一個公平嘅頒獎禮，應該俾所有歌手同粉絲都有平等嘅機會，而唔係偏袒某藝人。如果繼續維持呢種制度，就會令到更多粉絲對頒獎禮失去信心。一體兩面，真係冇一個標準答案。每個人都有個人嘅選擇權，無論你係入場支持、留喺屋企，定係喺場外舉燈牌為姜濤打氣，最重要嘅係在心中對姜濤嘅愛同支持一直喺度。唔知你又點睇呢？有咩想講、想分享意見的話，留言話我聽。以詞窮嘅小編嚟講，度稿真係高難度，真係好大好大嘅挑戰，已經出盡洪荒之力。如果喜歡聽小編講姜經，請免費訂閱點讚支持小編呢個小樹頻道啦，謝謝，拜拜。